歡迎收聽 Here Observe True， 我哋專注真實、理性分析新聞。如果你覺得內容有價值，請訂閱、點讚或者點擊資訊欄請我哋飲杯咖啡，支持我哋持續報道。葵涌驚險車禍，6旬單車男被九巴撞倒捲車底，車長被捕。各位聽眾大家好，歡迎收聽本台新聞。葵涌石蔭路發生一宗令人揪心嘅嚴重交通意外。一名踩單車嘅6旬男子同一架九巴發生碰撞之後，被捲入巴士車底，一度困住無法脫身，救出時已經陷入昏迷，需要緊急送院搶救。事件發生喺2026年6月1日下午大約2點50分。根據警方同多家媒體報道，當時一架行走235M 線來往安蔭一帶嘅九巴，駛到石蔭路近北葵涌公共圖書館對開位置附近，期間一名約60歲姓孫男子踩住單車落斜行駛，之後同巴士發生碰撞。最驚險嘅地方係撞擊之後，單車男懷疑被捲入車底。現場圖片流出之後，不少街坊都嚇一跳。涉事單車翻側喺路中心，巴士擋風玻璃亦出現損毀，而傷者就被困喺巴士底部位置，需要消防員到場協助拯救。救援人員花咗一段時間將傷者救出。不過當時傷者已經昏迷，救護員即場急救，再火速送院搶救。消息指，傷者最初送往仁濟醫院，其後再轉送瑪嘉烈醫院接受進一步治療。而警方喺現場完成初步調查之後，拘捕涉事巴士車長，案件正循危險駕駛導致他人嚴重受傷方向跟進。至於真正意外原因係咪涉及視線受阻、轉彎位置盲點、單車行駛路線問題，又或者其他道路因素，目前仍然有待警方進一步調查。其實講到單車同大型車輛，唔少道路安全專家都曾經提醒過，巴士、貨車同工程車最令人擔心嘅地方，就係車身龐大，存在唔少視線盲區。好多時司機睇唔到，唔代表唔小心，而係真係有機會出現死角位。但另一方面，單車人士喺馬路上面亦屬於較弱勢一群，一旦同重型車輛發生碰撞，往往都係單車手受傷最嚴重。今次事故一出，網民即刻熱烈討論。有人話，香港道路規劃多年來一直都係以汽車行先，單車使用者喺市區道路上面，很多時都係同巴士、貨車爭路。亦有人感嘆，石蔭路一帶斜路多，巴士線繁忙，加上車流密集，稍有判斷失誤，後果隨時非常嚴重。更有街坊留言話，見到消防員圍住架巴士救人，已經知道唔簡單。另一位街坊更加形容，見到現場情況嗰一下，真係個心離一離。而九巴方面就表示，公司高度關注事件，已經即時派員到醫院了解情況，同時會全力配合警方調查工作。講到底，每逢發生呢類事故，大家最關心始終都係傷者情況，希望傷者能夠盡快渡過危險期，早日康復。同時亦希望警方盡快查明真相，還原事發經過，俾公眾一個清晰交代。畢竟馬路唔係鬥快嘅地方，無論踩單車、揸車、搭巴士，甚至行路，每個人都想平平安安出門，平平安安返屋企。一次意外可能只係幾秒鐘，但對當事人同家屬嚟講，影響隨時係一世。請記得點讚、訂閱同請我哋飲杯咖啡支持。你嘅行動係我哋維持真實報道嘅動力。下集見。